桃园伫一个半月内停电40外届，引起各界关注。台电是搁再强调讲，停电是因为设备故障，毋是欠电。而且论真来讲，桃园停电次数和去年比起来，其实有较少淡薄。因应桃园最近陆续发生停电的事件，台电已经增派190人推沙专案巡检，检视桃园地区线路甲热点设备。台电搁再解说，最近桃园地区的停电事件，是因为外力天灾或者是设备故障致使的短时间停电。区域停电毋是欠电，而且对比去年同期，桃园地区的停电次数其实是有降低趋势。桃园以最近几年来看，它从一年停电700、800多次降到去年大概200多次，其实台电的努力、台电的改善也都是有显现出来。那我们还会再持续在做努力。台电表示，桃园地区有1109条供电线路开受到外物去卡到这外在环境影响，致使停电的情况发生。台电第一时间也拢有赶到现场抢修并复电。若是欠电，毋是故障，都无可能这么紧就修理好。电力这种意外事故造成的实在台电真的是委屈了，真的不是台电，也不是缺电的问题。这个台电在这个做这个处理大概全世界没有人复电那么快的啦。这个大家可以去比。若是因应夏季用电高峰到安怎整备因应？台电讲，陆续有新能源加入，伫核电退役了后，整体供电量能也是比去年增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